时间已经到，请咱来准备心，来进行咱今早起的礼拜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这是咱三角内吟诗、圣诗444首。主，你调明何等清楚，咱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今年2024年一年中，你赏赐恩惠予阮，也用仁爱、施恩款待阮，保守阮，佮将阮逐项福气赏赐予阮，互阮安然经过一年。我要因为安尼来感谢学了你，全能永远的爸上帝，
你是和平的源头，你爱阮众人和睦。人若认捌你，就会得到永远活；服侍你，就会得到喜乐。伫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日，阮众兄弟姊妹今早起有这个福分，会当三甲自节来到你的圣殿。阮要做伙伫遮敬拜学了你，求主你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保守阮卑微的正路步，互阮无受到试探，会当专心倚靠你的保守甲带领。也恳求主甲阮同在，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，互阮一世人做主你的尽忠的奴仆，互主你录用，伫你的圣国荣光主你的圣名。主爱的爸，怜悯人的主，阮常时也要伫你的面头前悔改认罪，恳求你赦免阮伫过去这一年来所有的过错，求你赦免阮的软弱，也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求你的圣手扶持阮，互阮有清气佮正直的心，知影通为着你来赦免阮的幼稚。冲动甲自高来认罪悔改，求主你怜悯赦免阮的罪过，不时警醒阮，医治阮的心灵，洗清阮的罪孽。既若有认罪的，求你赦免；痛悔的，求你接纳。阮也要求主你清起阮的心，收束阮的喙齿，互阮尊叹你爱阮疼厝边亲像家己的教示，佮将这个做阮生活上的准绳，刻伫阮的头壳，互阮所讲出的拢是造就人的话，也互阮存心无怨无假，无记得人的歹，无袂记得别人对阮的好，只制造人甲人的和平，佮维护和平。主啊，阮也要恳求你祝福阮今早起的礼拜，以及今仔日阮所有的教会聚会甲活动。互阮所献的拢通诚做芳芳的祭，阮逐人的信仰也会通哪加天哪坚固，通诚做你尽忠的奴仆，勇猛的精兵。怜悯的主，阮也要恳求你怜悯，看顾即时因为辛苦病痛倒伫床恁，袂当到圣殿，甲阮伫遮三个做伙礼拜敬拜你的兄弟姊妹，求你用你的大权能医治因，用你的圣神。你的快乐来安慰因，互因会当赢过肉体的痛苦，早日恢复健康。甲阮三角敬拜你，用因的健康来荣光主你的圣名。主啊，你有恩召苏婉玲姊妹甲苏进在牧师娘，转去你为因准备的家。求主你赐去为族所有的目屎，安慰因，互因那天条伫主你。主啊，阮也要恳求你祝福伫阮南门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互阮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，伫要来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、平安、喜乐，互阮会晓尊主最大，敬畏主你。无论伫信仰、服侍、工作、生活各方面，也拢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甲祝福，来荣耀主你的圣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接续，咱要来赞美。今早起要引出咱赞美的是咱的青年团契。因早起要赞美的是新的意向、新的方向、新的意向、新的方向。咱请咱青年团契来给咱赞美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等一下要用这首华语的诗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。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，然后我们用这个新的意象、新的方向这首诗歌，然后展望2025年，也来赞美这位就是给我们新的意象的这位上帝。邀请我们从座位上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。
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。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理想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从头来一起唱。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。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唱，全地都要呼喊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呼求圣灵。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更深的来呼求，我们更深来唱。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求神的国降临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圣灵的引领，神灵呼求圣灵在我们中，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神灵引领，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哈利路亚。请坐。
这是咱三甲来恭听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希伯来人书11章13节到16节。伫咱台语汉字本259面，咱要三甲来看希伯来书11章第13节到16节。这个拢是照神来死，袂捌得到所应允的，独独远远看，欢喜来等志，佮家己认伫地上做人客，做出外的。因为安尼讲的是表明因在找一个主家，因若少年所对遐出来的地，就有通倒去的机会，总是等因心无搁较好的，就是伫天灵的。所以上帝称作因的上帝，无掠做见笑，因为已经替因备办一个城。以上，接续咱要请本堂张牧师来甲咱讲道。今早起张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人生的旅途，咱请张牧师。请佫一摆同心做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，也将来会永远伫地的上帝。总是阮受你创造的人，阮的年日低俗，阮的年日有限，时间咧过真紧。阮已经行到2024年第52个礼拜。过去的一年，祝阮每一人的人生家庭有真侪变化，有通欢喜，有流目屎，有挑战，嘛有真侪艰难。当阮伫年尾时回头去看这一切，祝阮知你是做一个新的代志的上帝，你更新万物，亲像四季的运转。冬天过了，春天树木不厌发芽，迄个生命的可贵，迄个生命的快乐，也互阮更较有勇气来面对迄个阮看袂见的明仔载。主恳求你，互阮伫人生的旅程的中间所经过这一年，不管是甚物款的情景。拢成做阮生命的养分，是催迫阮哪来哪讲我伫你。伫阮遐所剩的时间的中间，帮助阮看见上帝，你互阮新的意象，你要引带阮经历新的代志。你有应允阮讲，伫主耶稣基督，阮拢是新创造的人。虽然阮的旧性、阮的性格有时真好改变，总是你的应允、你的信息，互阮知影要改变，拢袂伤慢。阮若愿意伫耶稣基督内底，求你互阮经历新的事，是充满稳定喜乐，是充满确信平安的。今仔阮伫遮三甲用话主的话来互相勉励，求你圣神临在伫阮中间，帮助阮更较明白这个信心的伟人，因伫世间的道路咧跑走的时，并无得到因所应允的，总是因真清楚因的方向，因往天里的祖家咧跑走，上帝为着因备办一个新的城，主这也是阮。期待将来，阮会通进入上帝你的国度的，帮助阮伫今仔的信息的中间，来得到上帝你直接的启示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到年底时，特别感觉时间实在非常的紧。较少年人可能袂感觉，较侪岁了后，咱会感觉讲哦，一年一年咧过哪会遐紧。特别我有真深的感受，这2天顶礼拜咧看圣诞庆祝会时，我会记我来到南门教的时阵吼，用庆
高亚玲还未大巴肚，敢若拄好才怀孕尔，啊，毋知影讲伊生双胞胎。顶礼拜已经咧2个小天使伫遐天恩甲母恩伫遐做扮演小天使，3岁4岁啊，啊时间是安尼过非常会紧。啊，咱过去一年，大家毋知过了甚物款。拜五妇女团契时，啊，我伫最近的几届，我拢真爱甲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我真趣味吼，每一个社会伫过去一年。集体的感受到底是甚物款？所以为日本人开始，因伫几啊年前，1980几啊，1999几，因着当年伫12月初10，啊，因票选日本的社会感觉用一个汉字来代表咱社会对今年的感受。2024年，日本因选金啦。这个金吼，日本人真来讲，这第5次入选，伫因开始咧汉字的代表。啊，伊咧解说为什么因用金做年度代表？因感觉今年因真公平。第一项就是因为巴黎奥运得到最多的金牌的一年。第二就大谷翔平，互因感觉非常的骄傲。第三是较负面的，伊甲台湾同款，日本的政坛。啊，有一个迄个政治现金的弊案啊，所以大家选金。那台湾今年选啥？你若看今日周报就知影。台湾咱今年60个字内底红选上最是贪啊，贪。啊，当然咱这个可能对伫柯文哲的案件可能有真大影响，讨论4、5个月啊。所以贪，第2字敢若是乱的款，第3字是骗，拢无好的，哦，诈骗集团。敢若第5字是任性的任，吼，这较正面，有任性，吼，啊，这个较正面。迄个是咱大家共同的一种的经验，贪。啊，为实这贪，毋是咧讲别人，事实上咱嘛有真侪。迄个贪的心，我毋知咱大家伫即个圣诞甲过年的时阵，我们都把这2句话放在口边。圣诞快乐，新年恭喜。你捌想过啊？圣诞我是咧快乐什么？啊，新年是有什么特地来恭喜的？咱大家是家己心来想看。大家拢圣诞快乐都是这期啊。啊，都有欢乐气氛啦！啊，迄个快乐甲我有关系。啊，咧过年拢共款啦。那12月初查是查讲101放个烟火，哦，真闹热。啊，毋是过长工休一工啊，大家佫开始上班，问题也都还没有解决啊。我公司的代志，我厝里的代志，我经济压力，逐项代志毋是又回到原位，啊，毋是共款咧过日子。到底有啥物通快乐？有啥物通恭喜？你家己安怎想？有啥物通，互我感觉，我圣诞确实非常的感谢。圣诞，耶稣基督诞生，确实带予我人生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感受。我要迎接新年，我是用什么款的心态要去进入2025年？咱是讲新年的恭喜啦，吼！新年的恭喜。实际上是咱今仔日也有法度通来到拜堂实体礼拜，这真恭喜的。有真侪人真爱来啊，总是伫这年中间，因的身体已经无用稳因，通好来到这个所在啊。嘛有真侪人，伊的性命就停留伫2024年。上帝来永远，咱阁有3天就会通踏入2025年。所以咱今仔日会通健康，会通来行到遮，顺利平安，身体也阁会使，这个是通欢喜恭喜的代志。如果上帝来永远，咱阁3天了后，新年总是互咱有一寡新的想法、新的愿望。你最近若咧看遐财经节目，
大家拢咧预测明年的股市的走势是怎么样？大家啊，明年我要赚够多钱，明年我要用这，我要用啥？上帝若有互咱教育的时间甲机会，咱确实对明年会有一寡愿望。啊，明年我愿望会通带一个新妇咧，抱一个孙咧，这咱拢会通安尼来愿望。所以这种新年的恭喜是种对过去到今仔日一个真感谢、真庆幸迄种的感谢。啊，咱嘛有一个期待，就讲2025年啊，这个若去互川普起来了后，愿望是对台湾较好的。哦，咱得到较大的保障，啊，关税莫影响咱的产业的发展等等，咱拢有这想法伫咧，也是种对咱个人定心出发的提醒。咱要安怎来经营上帝互你每一天的时间？圣经足侪所在甲咱讲，事实上吼，咱的有限。所以雅各书4章13到15节吼，伊讲恁的活命是啥样？圣经描写讲你是云雾暂时出现，咱看空中的这云雾安尼咧飞，变来变去，一个都无看见啊，后来都无去啊。所以咱会通计划啦，是啦，我会通计划讲啊，明年我要去倒去佚佗，啊，我要倒去坐游轮，啊，我明年要创啥物，要创啥物货，咱拢有迄个超前部署的迄个智慧，总是能不能成，并不是伫你的手中。所以圣经讲你较好小可谦卑一下，讲主若愿，上帝若愿意的时阵，啊，留我的活命。啊，我还阁健康，我会通做这项甲迄项。所以今日咱会通把握的实际上是干那即马即个事，干那今仔日即个时阵尔。即个嘛是安尼讲，啊，有的人讲，有时咱会鼓励讲，啊，你伫教会有一段时间啊，你敢有考虑要洗咧？啊，较后壁啊，咱互我圣经阁读3届啊，感觉我较熟咧。事实上，对真理的追求吼，永远咱都无够野啦。啊，也趁有通做今仔日，也有通有即个叫做今仔日，咱3款面。你所计划无一定，你无迄个机会来完成。即个今仔日是必来书3章16节讲，因为咱若持守起头的亲信，坚固到落尾。就有份伫基督，有份伫基督，什么意思？有份伫基督的活命。基督的活命是什么？是上帝的活命。所以圣诞通恭喜，实际上啊，咱会感觉真快乐。问题就是因为救主出世，咱最近拢读这段圣经，天使甲这各样的讲，无得惊。顶礼拜咱就讲世间，互咱惊的代志太多咧啦，太多咧。咱惊，真正惊失智啦，惊关系破裂啦，惊经济压力啦，惊拄着车祸啦，惊拄着这歹代志，无得惊。圣诞节我甲注意起来，上主要的一个题目就讲，莫惊啦，毋免惊，因为今仔日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。就是主基督。你捌想过，我哪会需要拯救？我就好说好说啊！我哪有需要耶稣基督？其实耶稣会来到世间，是因为你靠家己无法度通脱离罪恶啦，靠咱家己本身做功德、修行。刻苦自己的身体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罪的掌控。那个是时刻和死亡威胁的人，随时可能都会临到。台湾的报纸一日到晚拢是咧报车祸，19岁青年出去也都无回来啊！咱嘛惊，咱嘛惊这个代志。这个罪恶甲死亡拢一直伫咱周围中间，总是。
今仔日伫台北的城，甲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甲恁讲，迄个拯救者，要互恁脱离罪恶甲死亡，迄个拯救者已经来到。恁得到救赎的日子已经无远啊！啊，这个毋是讲什么人才有资格，是互万百姓拢有份的。毋是你的学历，毋是你的经济能力，毋是你的社会地位。只要你愿意来接受拯救，你就能够得到这种的救赎。所以咱有得救的一个愿望。为什么我需要被拯救？咱有业问回家己扪心自问吼，事实上，咱迄个自我真恶完全排除。咱看人悬低，也是讲对一寡代志的看法，拢用自我做出发点。咱真容易骄傲，敢毋是？有时咱真容易嫉妒，咱真容易受气，咱真容易想要对咱无好的人来报复，也是安那。人的心真诡诈，歹到极头。所以我咧看柯文哲的政论节目哦，迄个聪明用到极致，啊，却毋是真正面的方法。当然，今仔也未判刑，咱袂当毋知影讲迄到底事实到底是甚物款。倒是看起来他是不认为他有错了吼，不认罪。啊，看也阁会通甲伊博看卖，那将来咱会知影。虽然地上的法律无法度通去审判，也许证据无够啊，是安那。总是公义的上帝敢互咱有法度通稳重。咱的最后摆伫上帝面前，圣经讲连一个义人都无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了后，一个都无。咱的俗语嘛咧讲，鼻孔黄的无好人。你甲我，包括遮你感觉德行真悬的人，因拢无够资格通互上帝甲伊看作讲你是一个义人。你没有缺点，你是完全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咱家己伫罪内底咧挣扎。所以基督教对立关系真消极、真悲观的。感觉你无法度救家己，你没有办法来自救。诗人讲，上帝你若追究我们的罪，救砍，什么人徛会掉？今仔日柯文哲起诉书内底讲10万字、12万字，一项，你甲什么人伫什么所在讲什么话等等，救砍罪恶，迄也是人咧。人去咧追究你以前所可能讲过做过的代志，上帝敢互咱温默去？上帝若救砍罪恶，我们无地自容，无法陶醉。所以真爱圣诗这个，我本来今日应该唱这条，无一定咱看下来唱看卖。替我拍破石半身，迄歌词安尼讲，我虽然尽力着磨。减为修法到一半，我尽力啦！我要把自己逼得更较好，总是敢会修法到一半。我虽然真温困无野咱，为着家己，为着做袂到的代志，目屎上流，心不安，总是无法度赎我的罪。就是遐尼努力，遐尼拍拼，只有救主耶稣为。所以咱需要一个拯救的。咱已经失落上帝眼光，亚当夏娃受赶出爱甸王了，你已经失落迄个永远的活命，失落上帝眼光。罗马书甲咱讲正人犯罪，你甲我咱逐个人拢无法度得到上帝眼光。上帝眼光是安怎去了解？一个抽象的东西吗？无，上帝眼光是无罪啦。无互罪来污染过迄种会洁白迄种的光明。上帝眼光是无受时间甲空间限制的活命，对伫耶稣基督的赎回。
所以今仔日咱咧追求信仰，咱咧做基督徒上重要是，我期待我搁倒转去，亲像爱甸王被创造迄个时阵的情形，为上帝完美的形象。上帝完美的形象，上帝是早伫的、现在伫的、将来永远伫的。伊所创造亚当夏娃，若无犯罪，因嘛是永远伫的。所以，这个完美的形象包括生命的永存性。我要搁倒转去的，就是得到告啊，得到永生的应允。来举一个例来讲，咱知影15年前，这个真出名智利发生一个矿灾，当时全世界拢注目这样代志。有33个炭工矿坑塌陷，在地下700公尺，迄就伫地底下非常的黑暗，救援真困难，有各种的想各种方法，外界人要迄落。这33个无法度家己想办法，为迄个700公尺想办法，安尼。看我都通撞到地面上来无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外界开始不管安怎，还是要设法。所以因伫迄矿坑边啊，挖一个真深的、较细一个坑，一直钻孔，钻到688公尺。无拍算，已经2礼拜，我想讲，这个人无希望。迄钻孔机管顶抽起来讲，一张纸条讲，阮33个拢抑阁平安。我拢要活咧，我那个伫迄个避难的14坪的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密伫迄个所在，阮分配口粮，咧等待救援。这个大概当时因做的吼，你也倒转去查Google，对，看伫这用各种的方法，伊这人无通自救，敢若会通听候外口的人用尽办法来甲因救倒出去，所以后。右边这个图就是用迄 Phoenix， 这敢若是太空咧用的 NASA 嘛，参与伫这救援的行动，挖到内底，然后一个一个甲因抽倒出来。这轰动全世界新闻，本来想讲因预定讲爱4个月久，看我都通甲所有人救倒出来。因为有钻孔到迄个所在，所以有得到水啦、食物啦。进行了不知顺序到10月70天了后，这33个炭工全部安全救出。2010年鼓舞全世界的一个新闻。这个人无可能可以自救，因所听好底下是等待救援。这敢若今仔日人类的情况，我想人对性命大概有2个看法啦。第一个看法就是死就死啊，就无啊。你所拥有的，就是你出世迄天开始，还是你讲为受精卵开始，到底你断开迄天，你就结束啊。所以只有这个生命，只有此生。所以我干那伫我这个空间、这个时间内底，好好来谋生，我好好来尽我会通享受伫世间这个日子。不管你几岁70岁、80岁然后我都消失了，我都无去。另外一部分是感觉检测伫死亡的后壁有另外一个我所无了解的世界，我也经验未到，没有人经验得到，敢若耶稣捌经验过。我有法度通到迄个乐园，我会通到迄个极乐世界无？有条件的限制。这宗教拢讲，你会通用功德，你会通用修行，你会通每一届来轮回，来到世间，这世人我就积功德轮回，有一天来脱离这个涅槃，我毋免搁伫遐轮回来世间来受苦，这是佛教一个思想。所以我真努力，伫每世代尽量做好代志，将功来抵罪，来积功德，到一天我有资格通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基督教是感觉你靠家己无法度，亲像迄33个矿工，你伫下面遐，你要安怎去做什么代志？无法度通自救，你干那听候外在，迄个拯救的已经出世伫台北的伯利恒，然后配合关顶的指示，你要安怎来生活，安怎维持生计，听候最后的得救。所以保罗伊嘛有这种的观念。
伊伫罗马书8章咧讲，是你已经有得到耶稣基督诶答应要来救赎诶即种应允。啊，上帝嘛，小事圣神伫你的心内来做保证，将来面对耶稣基督，你会通得救，你会通进入伫爱的乐园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才会有圣神初结果子的，伫这世间肉体还佫互咱真侪土气、艰难困苦。咱有今日的名分，有一天会通得到身体的得赎，互咱的身体无佫受即个肉体年老病痛的折磨。亲像遐个，咱圣诞欢喜时，迄个拯救已经来，已经咧进行啊！我伫炭坑700公尺以下，听见声音吗？知影人咧努力啊！知影有一天我就是会通得到迄个身体完全的得到救。所以，最近有几届爱去殡仪馆，咱保罗用布片甲厝地来比较今生跟永生。今生上帝互你暂时用这个肉体，用这个会年老、会破病、会败坏，互你搭天道伫地上。伫世间是考虑我来到这郊游旅行，搭一个天道。后来我收了，我就是要倒转去厝，我要倒转去我永远的家。今仔咱伫这个天道内底，哪来哪感受到身体，哪来无像以前遐尼勇、土气、劳苦。总是有一天，上帝要互这个必死的，能够被生命吞灭的，这个是必死的肉体，复活的生命会甲吞灭了。所以圣诞节安尼来，值得咱欢喜。有几个对过去罪恶，这个救赎的已经甲咱一笔抹消。你以前是罪人，即马上帝看你做义人。你即马以前甲上帝做对敌惊上帝甲我追究我的罪的，但即马已经上帝惊你。将来咱这布片要变做厝体，因为耶稣的诞生，咱毋免阁为着罪恶伫迄个所在来苦恼伫遐来烦恼，已经替你担当。看定咱要领受圣餐上大意义时，你的罪已经得到赦，伫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要得到永远的喜乐。所以咱对得到拯救，几个咱想啊，讲，因有坚强的意志。即当的牧师看到迄粒星，讲我一定爱找到即粒星背后的意义。今仔日咱要了解咱的信仰，咱看到耶稣基督，我爱知影耶稣基督甲我关系。以及迄个意义伫什么关系？所以爱有真坚强、求生的意志，才矿工才能够活下去。为了求道的意志，因才千里迢迢来找伯利恒的耶稣。然后伊爱听顶头的指示，救援中心当因要出来的时阵，特别甲因讲，恁伫地下已经3、4个月久吼。恁一起来目睭吼，伊用爱扛起来，无恁目睭挡袂掉。恁拢伫黑暗中上久，迄目睭会害去。你爱听他的指示来得到完全的拯救。星来带路，来，互咱更较了解头前的道路。因伫遐有纪律即个30几个人安怎分配，大家互相鼓励，互相帮衬。属灵的家庭，就是咱伫世间继续跑走人生道路。互相的支持，今仔咱有真侪人要加入伫咱的教会，毋茫咱诚做因的帮衬。你讲咱是脚卡的，咱是人客，伫世间拢是暂时的。所以伫人生的旅途，你安怎看你的人生？我就来游览的，不管偌久，我会通佚佗偌久，算偌久，来观光，来享受。是讲我敢若嘛有一寡使命，我生伫即个家庭，上帝互我带着即个某，互我我有使命，互我的家庭更较幸福。我为着使命，为着遮个人来存在，是讲为着朝圣。我这性命的意义伫什么所在？是讲为着我要回家，我要找到重回伊甸园之路。
咱今日知影希伯来书11章拢咧讲信心的威力，啊，伊的定义真简单，信就是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所仰望是还未临到，敢若一个仰望甲看到尔，所以我有把握，我相信啊，我完全相信，起码像这小草对伫柯文哲的迄种的信心啊，迄个信心。你无法度通完全去了解，他就确信是安尼。不管别人安怎讲，我就确信是安尼。咱对上帝信心嘛是有即种的迄落，还未看见的代志，我有一个确据。我相信上帝讲的应允的绝对会成。信是人甲上帝中间的连接，是今仔日咱倒转去到创造主中间上重要的连接点。主要你也看见11章，希伯来11章，为亚伯拉罕啦、摩西啦、约瑟啦、雅各啦、大卫啦，这信心的伟人吼，拢是照神来死，总是因拢无得到应允的呢。到因死迄一天，因也无去看见迄个应允的画面呢。应该独独远远在看，应该知影讲，这个不是我将来永远的归宿啊！我是要做，等于到上帝遐。我伫地球做人可以做出外尔，我上重要回家的路是伫关顶咧。听讲今年啊，中国最地球上大人口伊都讲有90亿人了，我这非常的恐怖吼！大家要等去过年，咱来传统。这个人拼一张火车票，用各种的方法行路、桥倒摆，他们归家心切，迄个家庭，我足爱倒转去弯道。享受迄种，咱对天家是毋是犹原有即种的渴望？希伯来书在讲这话的人是表明我要倒转弯道，所以我渴望的是天顶更较好的家乡。2025年，咱的目标是毋是犹原我要迄个家来跑走，到伫迄个所在来享受。有上帝阳光的画面，所以信心的影响版对上帝绝对的信心坚强的仰望，迄种渴望逼催逼因伫信心、伫仰望、伫听的中间，顺服伫上帝的带领。某一天，咱大家拢倒转到上帝永远的家，人生的旅途，伫迄个时阵。佮变化一个新的形态来存在，咱来用这做今仔的圣经。安尼，恁无搁做外面人，架脚的，就是甲遮的圣徒上国做上帝家来的人。以有所第2章19节，下面咱续接今仔日有足欢喜的事，咱有几个兄弟姊妹。要伫上帝甲众人面前立约，要成做上帝的儿女。所以这时我要先来进行成人的洗礼。我来拜托走因带爸爸介绍兄，来到头前。请你面对我吼。介绍兄今年90岁，足欢喜，伊伫人生这个时阵欢喜要成做上帝儿女，要伫永远的故乡。所以所听的姊妹，咱来听最后所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国话。还未上天以前，有讲天顶第一关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做学生，着爱甲因行洗礼，互因跪伫爸囝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的名。既然我有命令恁的，着爱教示因来守，就我要日日甲恁相甲一个到世间的路尾。介绍遐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爱反悔信耶稣，接受洗礼。我也即时对你讲，你着亲信，咱也亲信反悔，咱是无够完全的罪人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告别你的信仰，
来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。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。当你要接受洗礼，我是请你伫上帝甲阮众人的面前告别，来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吼。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要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要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？介绍兄，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来行伊的道路，尽一个耶稣基督学生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？圣神三位一体上帝名，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得上帝的名，上帝的家。望上帝时常甲你三甲一个，保守你人生的道路，为即时直到永世代。阿门。下面咱有6位青年，2位成人要做信仰个别我请这8位都一起来到前面，好不好？陈立恩到了吗？有囡仔立恩周立安，然后嘉莹、义伦、云轩、新佑我们就前面站到前面来哈。你还会面对我哈，请你们面对我这一边哈。圣经讲，咱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上帝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今仔日恁徛伫这个所在，是因为恁细汉的时阵已经接受过洗礼，也是恁伫其他的教派已经有个别过信仰，所以今仔日搁一届来用恁家己本身的意愿来行更新礼，来告别恁的信仰，来接受受接纳有份伫上帝的圣餐。主所听兄弟，细汉的时恁已经有接受洗礼嘛，告别过信仰，结连伫主耶稣基督做伊教会的会友来属伫伊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你即时长大成人，当恁要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承认，恁的父母以前替恁告别的信仰，也是你早前伫其他的教会甲上帝所立的约，来归属伫伊，献家己互伊。但即时请恁重新誓约，愿意表明恁的意愿要服侍伊。最后所基督捌安尼讲：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要伫我的爸的面前也要认伊。所以我劝勉恁，要告别恁的信，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。请问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、安慰者，也无？不要听到了你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，也无？好像不太确定了哈。大家听得满意吗？第三，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尽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
基督徒的本分，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？恁细汉时已经受洗礼，即是恁家己个别恁的信仰。我靠教会头，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门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，会通3到5分伫主的道，甲神约的稳定。请咱拍拍来欢迎咱教会总经理。你们先讲，小朋友呢？恩怡、恩言，请你们到前面来哈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哈，陈立安、周立安夫妇哈，他们家4个小孩要一起接受幼儿洗礼哈，幼儿洗礼恩怡、恩言2个姐姐，恩光、恩纯。恩纯是11月20号出生的，今仔都要好40天，都要40天哈。立安，请你们来听。马可福音记载讲，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，望耶稣来蒙因。做是学生责备这个人。耶稣看见真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得禁因，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既若承接上帝国，无亲像细囝的，决断袂得入去。耶稣就抱这个细囝，甲因换手祝福因。虽然你们的小孩现在还不明白这些事，但是上帝的应许也是属于他们的，他们是神的小孩，他们是恩典的约的后裔。上帝用洗礼来带领他们成为上帝家里的小孩，让他们属于基督，来成为他的百姓。所以，请立恩跟立安，你们代替小孩回答我的问题哈。今天你们的小孩要接受洗礼，你们要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再一次来誓约，来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，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，圣灵能够成为你们的保护者、保惠师，你们相信吗？你们要依靠上帝所赏赐的力量、恩典，将基督的道理跟信徒基督徒的责任来教导你的儿女。你们要用祷告以及好的行为来培育他们，使他们在一生的道路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面。你们誓约要这样行吗？愿上帝祝福你们以及你们的小孩，帮助你们这下所立下的约。我们就为4位小朋友来施洗。这个就是恩宇，以后我们遇到他要会叫他的名字哈。几年级？5年级哈。恩宇好，陈恩宇，我奉三位一体天父上帝、耶稣基督、圣灵保惠师的名为你施洗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恭喜你。然后我们看到恩言小可爱，恩言是几年级？大班，恩言是很好哈，姐姐都会照顾。来，转过来，恩言，牧师用水跟你施洗哈。陈恩言，我奉天父上帝、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保惠师的名为你施洗，
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恭喜你！等一下，我拿糖果给你吃，一点点哈。恩光，一点不会冷哈，我要一点一点。来，恩光啊！我奉三位一体啊，天父上帝、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一个好小孩，一个好哥哥，一个好弟弟，好吗？我们最后一个40天的恩存哈，这个比较冷一点。陈恩存，我奉三位一体天父上帝、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保惠师的名为你施洗，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平安一生与你同在，阿们。谢谢，好，谢谢你。我们请所有的人再一次来，请我们的小会员用按手握手来接纳我们这一些坚信礼的哈。你看看到底这样这样。记得嘛。来，你们就按手。先赶快手起来，一下提物件较好摕，好按手。我们教会有准备圣经还有洗礼的证书，要送给他们哈。那我想给这个一本那个，这个曾接受过下面哈。好，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你的洗礼证书，吼，甲一本，来，这个是现金要送你的，吼，来，嘉颖，这个是你的嘉颖的。里面有2本圣经的，一本是嘉颖，来一轮，我叫新佑，新佑宽任，云仙，丰益，恩言。恩光，你看奖状呢，有奖状呢，恩瑜奖状呢，表现很好才有奖状呢，恩存，这2本，有一本是注音的有一本是漫画的，就给比较小的，我们可以一点时间照一个相好吗？好，来很快，可以，很快，好，小会员来。家人要被 ，OK， 往下趴，好，小会员一起来好了，一起好了，一次，来，我们快一点哈，可以吗？今天是咱教会最欢喜的日子哈，我们有这些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就像我昨天结婚礼拜的时候跟会众讲，我们是他们誓约的见证人，希望我们也在祷告里面常常为这些家庭、这些亲人人生的道路来祷告哈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这样就好看。今日新闻咱今日做侪代志，咱3甲
准备心来领受圣餐，是主要所受袂迄暝，又提饼祝谢，对学生讲：看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要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赎咱的罪来牺牲伊的身体，来为着咱拍破的，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，伊佫摕杯祝谢讲：即个杯要食做新约的记号，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当恁无佫做罪人，伫上帝面前，恁要受看做义人，是搬过一个羊羔的记号，是咱新约的记号，咱要三个来领受这。所以即时，请咱闭万心来领受恩典的记号，来领受即个饼，来请咱长老来头前来服侍。不管你伫什么教会洗礼个别过信仰，拢欢迎来领受上帝恩典的记号。兄弟姊妹，咱用这首356首，主我搭就群爱见你的面，来做咱的祈祷，来做领受圣餐的圣事。咱来闭万心，来领受恩典。356首，咱用祈祷的心做伙来念。还有人无领受到无？请举手者。要有人无领受到那一边？拜托弟弟的，张医师。
请咱把迄个塑胶袋啊，甲伊拿开。亲爱的弟姊妹，这个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拍破的身体，为着咱的罪付代价伫十字架顶，咱用感谢的心做伙来领受。食了后，最后所提杯讲，看即个杯是新约的记号，伫我的胃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所流的宝血，伊也是办过这羊羔的宝血，甲咱做得救的记号，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收着，那要袂摕着，请小示意一下哈。要袂领收着，请举手一下。好，那一边都还没有，后面楼上是不是可以下来？3楼都有了吗？那个都拿到了吗？啊？都拿到了吗？这个先给你。唔知有人还为领收到无？请你，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你的血，为着咱的罪所流的宝血，是咱甲上帝立信用的记号。咱来领受伊，来纪念伊。今日咱还阁一个特别的节目，就是咱特别要来对陈进公长老来致敬吼。进公长老伊伫咱们教会从少年到大吼。
伊做5年的执事，27年的长老，经历过教会改革等等，所以小会伫遐来恭喜来大家致敬，多谢伊付出的一切。教会有准备一个匾额吼，要来送进贡长老，来请进贡长老来接受。谢老师嘛，请你起来。每一个都需要夫妇一起来，来。我们恭喜，恭喜进贡长老。无谢老师的后面，他也不可能付出这么心力啊。所以，咱来请遗如第2代跟第3代代表信仰的传承来送花给阿公阿嬷，送花给阿公阿嬷。这你睇。我本来意思是花要互谢老师的，你还摕变落去，咱感谢吼，大家感谢，等真久吼，都有机会通食徛伫遮安尼啦，讲几句话安尼啦。我摕到即个牌，实在足欢喜，嘛连续几啊礼拜拢困袂去。但是心咧真虚啦，因为我感觉讲，我虽然做长老27年实在毋捌为着南门做啥物。伫即个时阵，我有回想，我细汉的时阵，阮的爸母带我去教会，去台南太平间教会，遐伫遐受幼洗。初中的时阵，阮厝按台南搬来到台北，就来南门教会。对南门教会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受训练，青年团契的时阵，后入迄个坚信礼，加入南门教会，做南门教会的一个面嘛。伫遐开始到即阵过了真久，大家拢知影，我来南门教会实在讲无啥热心，迄阵有较。温困来教会的时阵是安怎？因为咧追着一个女朋友，所以我来南门教会亏欠较济，因为我拢无专心，来拢咧看边仔的人，有真济人讲，你拢无看我讲无啦，我看固定一个尔安尼啦，家在有顺利娶做太太，伊替我生3个查囝，替我教育3个查囝，拢真顺利。教士3个查囝，即马咧拢有继续伫教会咧做礼拜，已经拢嫁娶了吼。即马真侪爸母拢为着后生查囝像四牧师就安尼定定安尼烦恼，生孙安尼我搁加在已经有2个孙所以咧实在讲，我伫遮真多谢阮的太太伫南门教会咧，逐个人对陈长老较无遐熟悉。但是对谢老师咧较熟悉，所以大家爱知影讲，我迄阵是眼光真好，嘛替南门教会留一个有才能的人，即马上少啦咱有一个真好的司琴互咱做礼拜听词有增加分啦，所以呢。我伫南门教会实在无做就啥拢得着安尼啦，我想讲70岁总是落来看到美心长老比我较少年，较有气力，走了较紧，人迄落有婚礼，也是讲即摆服务组爱餐的，伊拢备办骹手被骗迄个陈长老加真紧啦，所以我咧真感谢伊安尼
啊，回想伫南门教会做礼拜的时间呢，我实在得到真济利益，吼，听到牧师的信息的分享，吼，也是讲咱的企业甲我招呼，因为我实在是较含慢，含人招呼，啊，较袂晓交际的人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妈定定讲，无啦，这都较粗鲁吼，啊，无啥礼貌，你较原谅伊。细汉的时阵，拢定定共讲安尼啊，吼。啊，我嘛感觉讲好啊，我都安尼，即种较无礼貌安尼。啊，实在伫我中年、壮年事业咧工作上咧，有拄着真济困难甲挑战。来讲，阮四牧师诶信息咧分享，啊，得到帮助真济吼。啊，迄阵我定定吼，有当时啊牧师咧分享诶时阵咧，我拢目睭揢揢，因为我咧烦恼事业诶工课安尼。啊，有当下咧烦恼诶时阵咧，牧师突然有一句话，哦，互伊醒起来，好，啊，就得到真济帮助，搁有勇气。啊，我希望讲，咱的教会会友，因咱南门教会希望会让教势愈来愈增加，吼。阮两个查囝，两个囝婿，即摆拢伫南门咧侍奉，吼。啊，阮两个孙仔，唯一两个孙仔，嘛是伫南门教会，吼。甲到其中一个教会，啊，另外一个咧，就是圣诞庆祝会的时阵咧，哭上大声迄个啦，吼。爱先啊，较哭上大声，因为伊无得着奖啦，抽奖无抽着安尼。定定咱的人生，定定咱的人生会想着讲，那毋是我，我若较歹运，我若无像真光长老安带着一个水某、高某安尼，吼，实在讲。上帝拢有家己的安排，咱爱伫咱平凡的人生，会当找到咱人生的色彩。吼，啊，伫遮希望大家拢会当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满满、平安喜乐。感谢大家。感谢陈长，这时咱来准备今早起的奉献，咱请陈秀玲、杨嘉欣主事。请大家起立。请坐，这是我来报告，真欢喜，真欢迎各位参加来敬拜。咱拄则有举行成人洗礼、信仰告别，甲坚信礼、甲小儿洗礼。咱真欢迎有拄则有10外位
来加入咱南门的这个大家庭。啊，请大家继续关心，佮为这的兄弟来祈祷。咱礼拜后真欢迎各位会当留落来，互相请安交谊，也欢迎各位来到地下室，咱做伙伫遮用餐，伫遐交陪。第二点就是拄则那个陈长老伊过去长时间的这个伫教会的贡献，啊，当然伊真客气啦。这是因为伊有一个真好的这个谢老师，当然伊有真好的迄个陈忠仁长老爸爸妈妈。甲伊教师，甲伊引导，这确实真正对咱教有足大的这个贡献。但是中级做到70岁，不过咱的这个温数甲经验是无退休的事啦。所以真希望讲，咱的陈长老啊，甲迄个谢老师会当佮继续来关心，会当佮来栽培看教，咱佮较少年的，互咱南门教会会当愈勇壮，会当做愈济代志。来第三点就是咱的。行事历，咱今仔即个周报内底拢有业，就是每年1月到3月的即个内容，拢已经安排好势，请咱兄弟会当过目，啊，若轮到咱爱冬至的迄日，请咱大家准备心，也会当特别来注意，来服侍。啊，若假使有要调换时间的，咱请向咱办公室来通知来做调整。另外就是春季的好花，因为咱过年的关系，咱的春季好花伫1月19要召开，佮大概2-3礼拜，所以这个时间真迫。因为为着要准备好花手势，所以请咱各事工的小组啊，甲各团体会当尽量较紧来甲相关的资料准备好，伫上万伫后礼拜1月7号进前会当交互办公室，互咱来做整理。啊，另外咱的这个通讯啊吼。咱厝的这个通讯栏、电话也好、地址也好，咱已经公布，顶礼拜就开始公布啊。所以咱大家先来过目，若假使有要订正的所在，请咱自动修改。啊，若假使认为讲，我都无爱互知影，你无勇望公开，也请你伫迄顶悬来注明。另外就是咱因为财务组要减少的关系，所以伫后礼拜日进前啊，请会当将咱的。迄个校册、校谱来交互办公室，请大家来配合。另外就是妇孚团契伫即礼拜六1月7日下晡6点，要伫台北火车站头前的天城饭店的1楼叫做天彩厅，伫遐要举行，请咱有报名的兄弟会当准时来参加。另外具体关怀教界消息甲台岛的事项，请咱家己过目。啊，甲迄个奉献的内容，若假使奉献有重大的，也是有无详细的所在，也请咱大家会当甲伫我的长老，或者是甲咱的办公室来回应。另外，咱今仔日有2位兄弟来到咱的中间，这是赖明恩长老，甲谢亚英老师因的朋友，伊是对纽西兰来。这个潘子龙兄弟，啊，甲伊的查某囝艾拉，伫咱中间，甲咱伫遮，是毋是请伊起来？好来，咱欢迎，欢迎等下留落来，甲阮做伙交陪，啊来地下室，阮做伙大家伫遐享用爱餐。接续咱来吟尾首的诗，圣诗587首，我毋知明日会怎样。587首，咱请咱吟全首。
祝祷。三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引带，对年头到年尾，对即时到永远，拢甲咱三合一个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。